阿蔡总统下晡伫个总统府针对香港反送中示威游行发表谈话，嘛有讲到伊伫个民进党的总统初选选赢，伊讲要团结所有的力量来守护台湾的民主。来看现场的状况。这一场在香港发生的民主的抗争的事件引起全球高度的关注尤其是我们看到香港的警方以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对待民众，让人感到震惊跟不忍。那香港人民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民主跟自由，他们也更有权利来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跟制度那台湾作为一个亚洲的民主的堡垒，我们会永远支持这样的普世价值。现在初选结束了这个民调总是在过程当中总是有起起伏伏嘛那不过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初选程序以后，现在也尘埃落定了嘛那我从现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开始呢，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守护台湾的民主来捍卫我们改革的成果跟巩固我们的主权这些都是我要全力以赴的目标那2016年我宣誓就职的时候呢，我很清楚我的责任就是国家的前途跟人民的福祉那我在进行初选的时候，我的态度跟信念是没有改变的。面对2020，我也是一样是没有改变的那我在这里必须说的是，初选已经结束了那这是一段自我淬炼的一个过程那么竞争让我们有了进步的一个机会那我也要特别感谢赖全院长还有所有对我提出批评指教的人他们的替力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盲点跟问题。所谓的蔡赖配还是有这个您希望能够继续来推动的部分。我刚才说过，我跟赖院长刚才已经通过电话了那赖院长这段时间也很辛苦也需要休息一下但是我们1+1大于2的原则是不变的，也没有说哪一个1比较大那我们会坐下来一起讨论，为这个党的胜选讨论出一个最佳的方案。